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摕的随扈伫昨日来确诊，安全起见，郭市长是居家办公一天。早起到市议会做重大建设的专案报告，也毋过这个质询的焦点拢是疫情。这个郭文摕先知先觉，进前就来预言，讲这个疫情会阁量转来，讲台湾的大乱，是互网友恶罗讲是预言家。也毋过郭文摕讲，伊拢是看数据，拢是看资料的，伊是有所本的哦。说落来，这个郭市长又阁心机妙算，讲过3天。大概到这个5月初8了后，逐工咧报的这个确诊的病例数就无准咯，因为已经超过国内 PCR 量能咯，讲会进入黑暗期。因为随后确诊居家办公1天了后，台北市长郭文摕快筛阴性，准时出现伫市议会，针对台北市各项重大工程进行专案报告。市长，您给我的那个加油跟祝福的影片我也收到了，谢谢。前一阵仔确诊的市议员侯汉廷嘛来啊，看起来精神袂歹。不过台北市疫情继续咧传，郭文摕进前捌讲疫情会互全台湾大乱，嘛互网友讲伊是先觉。这个不是铁口直断的，每天我们就是都会先预告2、3天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市议员送伊算命先的招牌，不过前一天指挥官陈市长针对这个讲法，敢若硬讲印度行动嘛袂歹，一切拢是集中参考。再过3天台湾的确诊数字就不准了，因为超过那个 PCR 的量，所以我们会进入黑暗时期。到发表一切实在是疫情紧张，台北市虽然已经开设84科的急门诊，嘛要求民众快筛阳性再来 PCR。不过即马大家拢想要买快筛，市议员批评政府唔知影百姓的艰苦。我们在台北市总统府的蔡英文不知道人民的疾苦，现在在中常会装模作样，说我们要赶快让人民拿到快筛剂。抗病毒药物嘛要等中央配发，台北市疫情继续咧传，郭文摕嘛是头壳冇咧烧。嗨，我是印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